7月升中六常規課程，第一課就教 menstruation 求職法。呢課點解喺 DSE 每年可以考到20幾30分呢？今日用一條 past paper 同大家講解下。嗱，而家呢一個三角形呢，就俾咗3條邊，其中一條邊有 K。出告嘅時間希羅公式，你知道啊？如果入邊其中一件係有 K 嘅話呢，你揦嘢㗎。呢度你爆開落去，你冇3分鐘係爆唔到個面積出嚟㗎，係咪？每一條 MC 梗係冇可能咁做㗎啦。咁我哋今日就教大家應該用乜嘢神技去幫手啦。我哋首先要明白一樣嘢，就係呢一條希羅公式入邊佢有幾多件啊？開方案入邊有1件、2件、3件，你總共係有4件喺度，係咪？嗱，我哋 match 翻啲答案啦。喂，睇睇呢4個選項，邊個選項有4件呢？嗱，一齊研究下 A 呢個有幾多件啊？嗱，呢度其實有2件嘅，因為可以用衡量式 A 2次減 B 2次爆開。同樣呢度都有2件，加埋係有4件，所以呢個就有可能係我哋嘅答案，得唔得？嗱，再嚟咯 ，B 呢個呢，呢度有2件，隔離呢係冇衡量式㗎，呢度得1件，所以呢個係得3件，就肯定唔係我哋嘅答案啦。同樣嘅道理啊 ，C 呢個選項呢度1件，呢度2件就唔會係答案啦。跟住 D 呢度係1件1件夾埋2件，咁所以你就知道呢一條題目剩低只可以 A 做我哋嘅答案啦。識呢個技巧嘅話，考試嗰陣呢一啲題目原本你係用3分鐘去化簡嘅，但係而家你可以10秒鐘揾到正確嘅答案。各位同學想學翻 DSE 數學科最正宗嘅概念神技同埋思維邏輯嘅話，一定唔能夠錯過我哋嘅數學課程。嚟緊我哋喺星期日將會安排一個免費升 grade 講座 One Day Free Course 俾大家，所有新生舊生都一定要報。另外喺6月30號之前報名，所有同學都可以享用到常規課程全年半價呢個優惠，而且第一期你一個同學嚟，全班同學都可以免費上第一期常規課程。各位同學，我哋喺課堂見。